係香港等待咗26年8個月零19日嘅歷史時刻。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將喺2024年3月23日正式生效。簡稱23條嘅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1年，根據保安局數字，截至3月1號，有5個人被檢控，全部屬條例下嘅新煽動罪。當中3宗審結，被告都認罪，判囚10至14個月。第一宗定罪嘅案件，舊年6月判刑。27歲嘅被告着上印有光時嘅衫，被判囚14個月。另一宗案件，29歲嘅男人被控喺巴士凳 pen 上面寫上港獨同埋光時等字句，判囚10個月。另一個58歲嘅男人就被控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布合共239則嘅煽動陳述、相同埋片等，判囚14個月。同國安法處理嘅方式唔同，當局並冇公布涉及23條嘅拘捕數字同埋資料，而我哋根據政府發稿同埋傳媒嘅報導統計，至少11個人被捕而未被檢控。本台向保安局查詢，點解政府喺23條嘅做法同其他刑事罪行唔同？局方回覆話，維護國家安全係頭等大事，危害國家安全屬於嚴重嘅罪行，因此唔會公開相關資料。有評論員話，條例賦予政府唔透露嘅權利，但係做法未有足夠透明度。你話直接有個間接嘅效果呢，就會製造咗一種寒蟬效應啦。寒蟬效應即係話，大家都估唔會犯法嘅，因為大家又唔會搞情報啊、特務啊嗰啲嘢。咁但係佢裏邊呢，個涵蓋面係好闊嘅。譬如好似話，佢裏邊提到，如果係引起仇恨或者引起不滿嘅，對政府嘅感覺係唔同啊嘛。所以咧，只能夠係希望佢係不斷有可公開嘅案例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，局方有機會因為涉及敏感同埋政治嘅信息，而唔向公眾交代行動，認為需要攞到平衡。如果你公佈咗個詳情呢，其他人可以因此就會逃離法網，又或者係有啲事實係需要澄清或者係搞清楚嘅。如果你未搞清楚之前，你宣佈呢，亦都可能會引起社會嘅不必要嘅不安。咁我覺得喺呢方面我係希望警方係盡量增加佢哋嘅執法嘅透明度。最終佢哋係會被檢控嘅。咁喺法庭上法庭嘅時候，大家都會好清楚明白嗰個檢控嘅罪行係乜嘢嘢。咁我覺得呢個唔會削弱到即係公眾嘅知情權。湯家驊建議，當有足夠嘅表面證供證明被拘捕嘅人犯咗法，或者有被檢控嘅可能性，就應該盡快向公眾公開資料，以增加透明度。廣播新聞網記者簡欣橋報導。